路德會西門英才中學楊雅文、黃欣琳、胡婉儀同學嘅作品《家》。橫島約 A5 大小，流星影像新媒體藝術作品，以聲音、影像、符號、文字及旋轉紙卷，將聲音圖像化，描繪咗家嘅故事。喺長方形嘅磨砂膠片右邊，創作團隊以水筆繪畫咗作品中嘅各種聲音圖像及文字解說，順序為鬧鐘聲、雀仔叫、喺草地上行走、喺草地上同狗玩波、貓走路鈴聲、貓抓板、餵鼠食食物、鼠嘅飲水聲、鼠刨沙。膠片嘅左方開咗一個約6x7厘米嘅小窗，當觀者按下按鈕，除咗聽到各種聲音之外，通過小窗仲可以睇見配合聲音嘅圖像，例如代表鬧鐘聲音係一個白色嘅不規則球體，四方散發出橙紅色嘅閃電圖案。貓貓嘅走路鈴聲，黑白嘅配合圖像係一隻貓嘅正面大特寫，佢豎起雙耳，眼睛炯炯有神，圍繞住貓嘅四周係5個橙黃色嘅圓形聲波。而倉鼠嘅飲水聲代表嘅黑白圖像係一隻肥嘟嘟嘅小倉鼠，串串藍色嘅水珠落下。觀者按下按鈕，紙卷就會配合聲音慢慢轉動。故事長約1分半鐘。創作團隊通過此作品描繪家中人同寵物間溫馨嘅生活點滴，錄製咗貓同倉鼠細微嘅活動聲音。作品名稱家，我哋錄低咗倉鼠同貓細微嘅活動同食嘢嘅聲音，表達出人同寵物之間嗰種溫暖親密嘅關係。我哋希望透過呢份作品去幫助唔同嘅有需要人士，可以透過畫面嘅圖像、符號或者聲軌引發出更多嘅聯想，從而帶畀佢哋心靈上嘅平靜同埋舒適感。